来关心天气哦，今仔透早平地上低温是伫苗栗的三湾，只有9.6度。因为冷气团减弱，温度豆豆回升咯。也毋过哦，好天气可能只有拜三甲拜四，对拜五开始哦，阁有另外一阵的大陆冷气团落南，天气哦会阁变甲真寒。大进入到24节气内底，雨水表示落雨增加，温度会回，暗过春天有时寒有时热。拜三透早，本岛平地上低温出现伫苗栗三湾，只有9.6度。日时冷气团减弱，气温豆豆回，暗过帅气拜五方面风季。另外一波大陆冷气团落南，天气阁会转冷。最冷时间目前预估上会是落在下周一的清晨。所以在低温的部分，目前看起来低温北部跟东北部大概是11到13那其他地区大概12到15度左右。那至于到周二清晨，其实也可以再观察它的一个低温情形可能会有些辐射冷却效应。在强度方面，气象组研判，较大的机会是冷气团为主。不过有气象专家有无同款的看法，因为第三尾开始到日时，有受强烈大陆冷气团或者是寒流影响的几率。用气象署标准来讲，若台北车站出现10度以下低温，就会定义是寒流。上冷的时间点伫24半暝到25透早下探10度。可能去冷几啊天咧。咱即马看起来上冷的时间24半暝到25透早上冷。苗栗以北、康平所在7度到9度，台北站9.5到10.5度。冷空气一波煞一波，下晡拜三拜四这2天的好天气，气象署有讲，20暗时到1透早，中部地区3000公尺以上悬山有南山落雨几率。若水汽甲温度配合，就落雪可能。民众依然爱穿好少，毋通轻视低温的威胁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